苗栗公馆是红枣的故乡，在这里不但可以品尝到各式红枣料理，也有许多体验活动，相当适合亲子游。现在就出发，走一趟专属我们母子俩的亲子约会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你知道是什么？有啊，对啊。我介绍一下，逢座做嘅點心就睇下什麼。哦，安子弟弟啊，這個當天烤哦，非常之保護。好，謝謝。安子飞。那你要有喜歡生肉嘅東西冇？那老板，你们这边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料理？那红冠的特产哈，係逢座，吃完的料理啊，都以紅棗來入菜。比如說那邊慶油麵叫逢座醉雞啊。然後紅棗玉蒸糕、烏味飯，因為烏味麵紅冠的特產。然後還有梅乾扣肉啊，加我們手工做的紅棗饅頭，這些都是我們最早的。好啊，哎，你問老闆這是什麼？你問問看。逢座團，用逢座塞棗的。这是粉粥。你也知道這是逢座，你很厲害耶！紅棗就是逢座，會嗎？寶寶，你知道這個逢座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嗎？我不知道。好吃好甜。好吃好甜，對不對？逢座吃起來酸酸甜甜，就是酸酸甜甜的意思，甜甜。吃饱饭后，餐廳旁邊還有可愛動物區，呱呱已經迫不及待要我帶他去餵兔子吃點心了。你說吃飯咯？你看好多小動物哦！你最喜歡哪一個？可是我最喜歡那只，它吃我的這個。真的。小白兔你好，對。看完兔子之後，旁邊還有遊樂區，讓小朋友吃飽飯後也能夠好好動一動、玩一玩。寶貝，你說這裡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知道玩沙子叫什麼嗎？告啥哎？告啥哎？你又玩的手髒兮兮，怎麼辦？好了。啊？你要堆什麼城堡嗎？我要做一個城堡。好。啊，我來堆沙堡。對，好可愛。逢座料理也很好吃哎，而且你還記得紅棗是什麼味道嗎？逢座食起來酸酸甜甜。